主說：我揀選了你們，並派你們去結果實，去結常存的果實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恭讀聖若望福音。主願光榮歸於你。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：正如父愛了我，同樣我也愛了你們。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。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愛內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愛內一樣。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，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，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缺。這是我的命令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。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，再沒有比更大的愛情了。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你們的，你們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作的事。我稱你們為朋友，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，我都顯示給你們了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派你們去結果實，去結常存的果實。如此，你們因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必賜給你們。這就是我命令你們的，你們應彼此相愛。基督嘅福音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嗱，今日福音呢，主耶穌講到佢解釋乜嘢叫愛嚇。嗱，佢命令我哋彼此相愛，因為佢話人如果為自己嘅朋友捨棄自己嘅性命，冇更大嘅愛情㗎啦。嗱，呢個的確係事實嚟嘅，因為咧，我哋無論人哋